大家好，我係老泥妹。有一件事一直以嚟都隱瞞住大家，其實我係需要戴眼鏡。冇人 care。眼鏡能夠為人加上幾分與別不同嘅特質，聰明敏銳、冷靜理智。咁呢個呢？敦厚老實嘅性格，而且戴眼鏡仲令人增添咗一份神秘感，令人好想知道除咗眼鏡之後嗰份反差係點樣。都有可能係咁。喺我讀小學嗰陣，得少數同學會戴眼鏡。小學戴眼鏡就會俾長輩貼上成日睇電視、玩電腦、打遊戲機、夜晚熄燈唔瞓覺等偷睇漫畫嘅標籤。但係喺我媽媽嘅悉心照料下，我依然喺小學2年級就有近視同散光，要開始戴眼鏡。想知更多相關故事，請按右上角連結。當我以為我向氣質文青少女進化緊嘅時候，先發現戴眼鏡比想象中更麻煩。你本身有呢個諗法就已經不切實際啦，係嘛？媽，等等我，睇唔到嘢，睇唔到嘢。我哋今日嘅體育堂要做體能測試，首先係9分鐘跑，預備。暈暈地添，唯有同學，你冇事啊嘛？起身啦，響咗好耐啦。眼鏡呢？咩事啊？仲唔出嚟？返學遲到啦。又亂放眼鏡。琴日換衫就喺個門柄度，換完衫就唔記得放喺邊，今日仲要整爛埋。第一代眼鏡君就咁結束咗佢嘅任期，之後又再隔多幾代。嘿，阿太啊，你好啊，今次有咩可以幫到手呢？我個女又要配新眼鏡，依家好似有啲框係特別材料，冇咁容易爛嘅。太太，冇錯啊，我哋近日入咗呢個系列嘅鈦合金眼鏡框，重量極輕，高強度，唔容易生鏽，亦都唔容易褪色，低過敏性，最重要係佢係記憶金屬，永遠唔會變形，可以隨意扭曲之後瞬間還原。不過小朋友千祈唔好自己咁玩啊！哇，你又有新眼鏡啦噃？係啊，仲要呢副嘢好勁噶，你睇。咦？你副眼鏡老泥妹，簡直係浪費地球資源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冇咩明知故犯嘅經驗，可以留言分享一下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中意我嘅故事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再見。